啟榜儀式是指把人員榜貼示出來，人員榜內登記着參加打醮的村民的名字，高公會在榜上簽名，代表鄉民的元首也會在榜上簽名。簽名完成後，高公會在榜上畫押，高公會把人員榜交到元首和好命公手中，然後張貼。
是次照示，會把人員榜張貼在齋造的牆壁上，村民會仔細細閱榜中的名字是否有錯漏。村民深信，金榜題名者會獲得神靈的庇佑，合家平安。先至等到車。